中国为了要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，用经济去承邦交国和台湾断交。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，有几个老朋友伫几多年后呢，回来伫咧斗，讲中国拢无照拼照行，而且开巴拉票。另外，这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纳特伊就警告中国，那种封锁台湾的成本是真大，而且全世界经济拢会对咧彻底。 中国对台湾威胁动作不断，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西班牙爱飞通讯社专访时阵讲，除了派机谈交代，中国阁以混合战的形式对台湾社会散布假消息，进行网络攻击甲认知战。另外，中国嘛乌咱友邦做一寡无实在承诺。吴钊燮讲，有老朋友几年后倒来斗的。是哪一个前方叫不诉苦？ 虽然无讲老朋友是谁，不过吴钊燮表示，过去部分拉丁美洲的友邦相信中国无实在承诺，想讲外交转向就会当换中国更较侪援助。不过中国毋是失信无人效，就是因有贪官败坏政风，像哥斯达黎加、巴拿马甲多明尼加，都发生中国承诺的重大建设无落实的状况。实际上面来看的话呢，台湾是比较稳扎稳打在做了啊，台湾是从来没有。 放弃有给过的诺言不承诺的这种样的状况，可中国纵使它的金额很大，可是它常常会跳票的。中国除了打压咱国际空间，阁无放弃武力反台。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就警告，中国封锁台湾成本真悬，啊那全球的经济嘛因为安尼大落。What happens the very minute that the PRC starts mounting a blockade against Taiwan? The global economy falls through the floor. Okay, so that's the first thing that's going to happen, not just for China, not just for Taiwan. 若是台湾2024你要进行总统大选，瑞特纳表示期待甲任何当选人合作。不过美方嘛看到北京趁机会利用甲台湾相关的政治事件，故意威胁甲破坏友情。美方毋望中国莫阁用这种行为，毋过卖为可能发展做好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